大家好，我係阿 Fred 啊，我哋繼續講《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啦。有啲人覺得咧，拒絕人好困難，係受到童年或者成長嘅一啲經歷影響。例如，有人會覺得我拒絕唔到人係因為童年嘅時候一定要聽父母話，如果唔聽父母話，唔跟父母嘅要求指示去做嘅話咧，就會俾父母懲罰，甚至乎體罰咁樣啦。咁究竟係咪咁嘅咧？喺《被討厭的勇氣》呢本書裏面係點睇嘅咧？咁呢本書裏面咧，第一頁咧，即係第一個章節咧，就有講到喎。原來喺心理學裏面咧，有兩大派系啦，至少係有好唔同嘅睇法嘅。弗洛伊德裏面咧，佢哋有個決定論啦，書裏面叫決定論啦。弗洛伊德佢哋強調咧，就話人嘅行為同埋心理咧，係受到潛意識啦、童年嘅經歷啦，或者本能嘅驅動嘅。呢啲因素好大程度上決定咗每一個人嘅選擇同行為，挑戰咗完全自由意志嘅概念。呢個觀念咧，某程度上奠定咗心理學啊、精神分析學嘅基礎，亦都影響咗心理學對人類行為嘅理解嘅。咁另一方面，阿德勒係咪咁樣睇呢？阿德勒嘅心理學咧，係明確否定咗心理創傷嘅理論嘅。呢個係非常之挑戰性啦，亦都係劃時代嘅。咁書裡面叫阿德勒嘅做目的論啦。咁阿德勒咧嘅睇法或者呢個目的論嘅睇法係點呢？佢哋覺得無論任何嘅經歷或者經驗啦，佢本身咧並唔係成功，亦都唔係失敗嘅原因。我哋唔會，亦都唔好因為自身嘅經歷所產生嘅衝擊，即係心理創傷啦，而覺得痛苦，而係要揾到經驗裡面能夠達成目的嘅嘢，唔好由經驗嚟決定自我，係由我哋賦予經驗嘅意義嚟決定。講完好似有啲複雜，舉個例子啦。咁書裡面有提到嘅，就係話，譬如一個人呢，覺得自己童年嘅時候受到父母虐待，所以無法適應呢個社會，就成為咗宅男，唔出門啦。咁聽落，如果用弗洛伊德嗰個理論啦，聽落好合理啦，係咪啊？童年創傷、內在小孩，大家聽好多啦。咁喺阿德勒嘅角度咧，就話咧呢個童年嘅經歷或者創傷咧其實係並唔係令到呢位年青人唔出門口嘅原因。相反咧，呢個年青人佢係因為唔想出門口，所以就將呢個經歷演繹成為呢一個方向。個原因係咧，只要唔出門口嘅話咧，一直困喺房裏面咧，父母就會擔心，就會得到佢哋所有嘅關注，咁佢哋就會咧好謹慎關心自己啦。簡單嚟講咧，就係咧，其實個阿德勒睇呢件事嘅邏輯就係因為呢位年青人佢唔想出門口，佢就揾呢個經歷作為一個理由。其實個目的咧係想得到父母嘅關注嘅。唔知大家對於弗洛伊德同阿德勒嘅理論有咩睇法，有咩感受呢？你哋會覺得邊一位比較啱啲呢？或者你哋係點樣去理解佢哋嘅想法、理論呢？咁以下落嚟就分享下我自己嘅睇法啦。因為我都做咗好多嘅治療啦，喺過去好多年做咗超過1000次嘅身心靈嘅療愈啊。包括係家庭系統排列嘅個案啦，或者係催眠嘅治療啦，或者係一啲諮詢嘅個案等等啦。咁我會睇到咧，佢哋兩位都有佢哋嘅道理嘅。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其實弗洛伊德講嘅潛意識啊、創傷啊，甚至乎後嚟榮格再提出嚟嘅一個內在小孩啊等等等等嘅呢啲理論咧，係廣為流傳嘅。個好處當然係幫助我哋去認識潛意識嘅運作啦，甚至乎係了解成長過程裡面點樣由譬如父母嘅教育啊，或者係經歷啊，去影響我哋嘅信念、價值系統，從而令到我哋嘅行為有咩變化。咁呢個係好重要嘅部分嘅。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會睇到咧，我哋知道呢啲係唔夠嘅。有部分人咧，當佢哋知道咩叫內在小孩啊，或者父母對童年成長嘅影響之後咧，就有傾向將個責任咧推咗俾父母或者其他人咯。
佢哋可能會覺得啊，最衰都係父母唔識教我啦，或者係父母對我體罰啦，或者係過去一啲人啦，譬如老師啊，或者童年一啲唔好嘅經歷裏面涉及嘅人事物啦，令到我哋有呢啲創傷，導致我今日咁啦咁。咁呢一部分當然了解咗係好重要啦，但係同一時間，如果我哋只係停留喺了解嘅部分，然後有啲人會覺得啊，最衰都係咁嘅時候，對於我哋生命當下或者將來有冇好處呢？有冇幫助呢？喺弗洛伊德呢個理論裏面呢，係唔夠嘅啊！我哋了解咗知道之後，下一步就係將佢點樣將佢轉化啦。呢個時候呢，就配合埋阿德勒嘅理論呢，就好重要啦。我會理解咧，阿德勒喺呢方面個貢獻最大嘅貢獻係咩呢？就係過去嘅經歷好與唔好都好，我哋係改變唔到嘅。但係我哋點樣將呢個過去經歷賦予一個新嘅意義，俾我哋而家或者將來嘅人生，呢個就變得好重要啦。而家舉一個例子咧，係一個真實個案嚟嘅，係我做過嘅一個療癒嘅個案啦。咁有一個女士啦，咁佢係覺得自己好蠢啦，返工做嘢各方面都比人差啦，唔叻啦。咁同時間亦都好唔識得點樣拒絕上司嘅一啲無理嘅要求啦。咁同佢做諮詢甚至乎催眠啦嘅過程裡面，了解到咧個源頭係因為喺童年嘅時候，好細個嘅時候啦，講緊幼稚園開始啦，媽媽教佢嘅時候咧，就經常鬧佢咧，就死蠢，你快啲去死啦咁樣經常講呢啲説話。咁佢就會覺得咧，因為媽媽呢啲管教，令到佢自己都變得好蠢啦。咁然之後成長過程裏面，自然就會好冇自信啦。亦都係即係因為冇自信，又覺得自己蠢啦。學業各方面嘅表現都會覺得比別人遜色，比人差啦。咁一路滾存累積落去，去到出嚟做嘢嘅時候，亦都自然。如果面對譬如一啲上司，尤其是比較強勢嘅上司啦，即係好似媽媽一樣比較強勢嘅上司咧，佢就覺得好難拒絕啦。因為一拒絕嘅時候，佢可能會好驚，或者回想起俾媽媽鬧嗰啲唔好嘅經歷感受。咁成個故事聽落好似好合理啊嚇。咁如果我哋用弗洛伊德嘅嗰個理論嘅時候咧，成件事係個前因後果係好自然、好合理嘅。但係同一時間了解咗之後，咁點樣幫呢位女士去改變轉化呢？個重點就係要運用阿德勒嘅心理學，就係讓佢明白到媽媽當時喺佢幼稚園好細個時候話佢蠢，可能小朋友嘅佢唔識得點樣去理解或者係拒絕接收呢啲信息啦，就無意識咁樣吸收咗。但係我哋而家長大咗啦，我哋而家講緊係成年人，甚至乎可能已經係有好多社會經驗嘅成年人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仲選唔選擇去信媽媽話我哋蠢，我哋就係蠢呢？呢個就係可以轉變嘅地方咯。唔信嘅同時，可唔可以做到理解翻？其實媽媽點解會講呢啲説話呢？媽媽講啲説話係咪真係覺得我哋蠢呢？我哋自己係咪真係如媽媽講咁蠢呢？呢啲部分係可以轉變嘅。我就嘗試去幫佢啦，做呢個個案嘅時候，就俾佢睇翻、感受翻。其實佢媽媽係有一啲精神嘅狀況異常嘅。咁我哋作為一個成年人，就可以去抽離少少去睇翻、去諗翻啦。一個精神比較異常嘅媽媽講呢啲説話嘅時候，係咪真係覺得自己嘅女蠢呢？定係個媽媽其實講嘅時候都冇意識咁講呢？呢個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我哋長大咗之後，面對一個精神異常嘅人，無論嗰係媽媽或者邊個都，我哋聽佢嘅説話，需唔需要好認真聽去接收晒呢？呢個第二樣啦。第三樣，我哋剝離咗呢啲部分嘅時候，有冇好客觀咁睇翻自己所謂蠢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呢？每個人個能力都唔同噶嘛。有啲人咧可能學術邏輯理性記憶方面係比較強嘅時候，咁喺讀書嘅過程，可能佢哋比較有優勢啦，就會比較容易標籤為一個叻聰明有才華、有能力
嘅一個好學生啦。咁有啲人嗰個能力唔喺嗰邊噶嘛，可能喺藝術啊、創作啊，或者係人際關係啊，或者係好有同理心啊、共情嘅能力啊，佢哋適合做嘅嘢可能係第二啲嘅。而如果呢個個案裏面呢位女士咧，其實恰恰就係咧，佢係好有親和力，亦都係好有同理心嘅。佢嘅能力係喺第二啲地方。咁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能力嘅時候，係咪就簡單地用一個蠢字可以概括咗、標籤咗一個人整體嘅水平呢？咁答案當然係唔係啦。咁所以咧，喺呢個位，其實我哋可以幫當事人咧，或者呢位女士，如果佢有足夠嘅成熟度咧，佢可以做到為過去呢個成長經歷賦予一個新嘅意義嘅。係咩呢？就係通常我哋做療癒咧，有幾個部分。第一係理解啦，理解媽媽點解當時會咁講啦。如果佢有理解到媽媽當時個精神狀況係異常，佢講嘅説話都唔係真係有經過邏輯思考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到媽媽當時盡咗佢能力，佢能夠一個精神異常嘅狀態之下照顧咗我哋成長，已經係盡咗佢能力啦。佢講嗰啲説話未必係真心嘅，呢個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亦都撇除媽媽係咪有精神狀況異常呢個情況啦。喺翻當時講緊30-40年前嘅香港社會之下，比較傳統嘅華人父母教仔女講嘅説話係咪好好聽嘅呢？多數都唔好聽嘅。如果你父母由細到大喺你講嘅説話裡面咧，對你講嘅説話裡面講啲好好聽、好有愛、好有智慧嘅説話，恭喜你，可能你呢對父母咧係非常之有教養，非常之係有一個修養品行。但係如果我哋係處身於低下階層嘅父母咧，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咁嘅。嗰個年代啲父母咧，包括我以前啲父母啦，即係如果係中低下階層，好多時都係講嘅説話好難聽啦，都係即係好多挖苦啊、負面啊、情緒嘅説話啊，鬧自己仔女蠢係好常見嘅。或者成日都同啲鄰居比較，你睇下隔離陳師奶個仔或者個女幾叻，睇下你生個叉燒好過生你啊！啲説話我諗大家聽過。甚至乎體罰好誇張。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住公屋嘅時候咧，隔離屋有個女仔係講緊9歲定10歲嘅啦，應該都我有平時都有同佢玩嘅。見佢有一日咧，俾父母除晒衫，係赤裸咁樣踢咗喺個走廊嗰度。咁當時就冇而家咁社會咁先進啦。如果用而家呢個社會嘅標準，父母嘅呢個係虐兒噶啦，拉得噶啦。但係嗰時冇呢啲嘢㗎。咁如果我哋理解翻當時嗰個社會嘅環境、嗰個風氣嘅時候，其實媽媽都係識得呢啲方法嘅啫，就係社會普遍用嘅方法嘅時候，咁我哋可唔可以俾多一份理解？其實媽媽個出發點未必真係咁有惡意嘅，去詮釋翻過去呢個唔好嘅經歷，俾翻個新嘅意義呢。另一方面，其實媽媽唔識得教啫，但係我哋長大咗之後，可唔可以抽離翻嗰個經驗，重新去檢視自己有啲咩能力啊，有啲咩擅長嘅地方啊，去讓自己好好發揮啦。當我哋發揮到，每個人都發揮到自己擅長嘅地方，咁就唔係蠢啦。而客觀嘅事實，我亦都見到呢位女士咧，其實係有佢過人之處嘅即係都佢係好有親和力啊，同人溝通好叻啊。其實佢好適合做一啲咧，譬如育兒啊，即係譬如幼稚園老師啊，或者係社工啊等等呢啲咁嘅工作㗎。但係咧，佢就覺得自己唔係啦，當然咁先唔好講佢點睇先。頭先講嗰個轉化嘅方向咧，就係恰恰就係用咗阿德勒心理學嗰個原理啦。嗰個重點就係我哋今日成長咗啦，點樣為過去包括童年嘅創傷經歷去賦予一個新嘅意義？呢個係重點嚇。但係當然啦。有好多人就會聽到呢度覺得，阿 Fred 你講就易啫，做邊有咁易啊？事實嚟㗎，啱㗎，我認同嘅。我唔會覺得咧講完個道理，大家就一定做到嘅。做唔做到取決於咩咧？依我咁多年做身心靈療癒嘅經驗睇到咧，係取決於一個人咧個心理有幾堅壯。有啲人咧係成長嘅過程裡面咧，可能有一個比較好嘅環境咧。個身體成熟咗啦，攞咗成人身份證，過咗18歲啦，或者有好多社會經驗，已經成為一個好成熟嘅成年人啦，心智都同樣係好成熟。對於呢啲朋友嚟講咧，
當你同佢講咗個轉化方向，點明咗咧，佢就會容易啲做到嘅。但係對於咧一啲喺成長過程面對咗唔少創傷嘅人咧，有機會佢哋係個身體長大咗成年人，但係心智有某啲位咧係仲係凝結咗或者停留咗喺童年嘅創傷裏面。咁呢個就係弗洛伊德或者榮格佢哋講嘅童年創傷啦，內在小孩嘅部分咯。咁如果我哋心智係未足夠堅壯嘅話咧，就咁講完啲道理咧，佢哋好多時都做唔到嘅。打個比喻咧，就係嗰啲過去嘅創傷就好似一個譬如話50公斤嘅石頭壓住咗我哋嘅身體咁啦。如果你係一個大隻佬，你係就足夠堅壯咧，只要咧，譬如我教你點樣去用一啲槓桿啊，一啲技巧啊，攞個鐵筆撬一撬開個石頭，喐開佢，咁你有足夠嘅力量咧，可能你做到嘅。但係咧，對於一啲人嚟講咧，如果佢好瘦弱啊，你要叫佢咧唔好話搬嗰50公斤嘅石頭啊，即係攞個槓桿點樣整咧，可能佢都整唔到嘅嚇。咁所以咧，我綜合自己經驗，綜合頭先講眾多嘅身心靈療愈嘅個案，會睇到咧，其實佢哋兩位咧都係描繪咗現實一部分嘅，即係好似核子摸象咁樣嚇。嗰個例子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即係有4個盲人去摸個大笨象，咁有個盲人話大笨象好似一碌柱咁樣，有個盲人話大笨象好似一條水喉咁。咁究竟邊個啱咧？即係我會覺得咧，弗洛伊德同埋阿德勒同埋榮格啦，佢哋分別都描繪咗一個人咧喺唔同層面、唔同嘅面貌狀況，綜合埋一齊咧，就會有一個更加全面嘅一個理解啊！咁所以咧，點解會即係需要有一啲譬如催眠啊，或者係更加深度嘅介入潛意識嘅療愈手法咧，就係咁解啦嚇。頭先講過啦，有啲朋友如果佢心智係比較成熟，或者佢係心智比較堅壯嘅人啦，有時咧我可能同佢做一個諮詢，講咗俾佢聽個轉化原理，佢翻去就做到噶啦。但係有啲人如果好脆弱嘅，頭先講個女士啦嚇，佢嘅心智水平咧，或者佢個內在小孩個問題好嚴重嘅，即係簡單嚟講咧，好似咧個人咧已經係30幾40歲，但係佢有某啲面貌咧，精神面貌、心智咧係10歲8歲嘅啫。你叫嗰個10歲8歲嘅人咧，去一個小朋友咧去做嗰啲好複雜嘅，佢做唔到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需要用一啲同潛意識溝通嘅方法，就係譬如催眠啊咁樣，去讓治療師可以幫助佢哋咧，去慢慢喺潛意識嘅層面咧，逐個關鍵嘅信念、價值、情緒去轉化。咁樣轉化嘅時候咧，慢慢咧，佢就慢慢放下咗啦嚇。咁要轉化幾多次，亦都視乎即係每個人嗰個頭先講啦，個心智有幾堅壯啦。有啲人心智好堅壯嘅時候咧，可能1次2次搞掂啦。但係如果有啲人咧，嗰個童年創傷內在小孩好嚴重嘅話咧，可能真係要做多幾次先至會完成嘅嚇。咁所以兩邊都好重要，即係我會睇到咧，弗洛伊德同榮格講嘅嗰個創傷童年嘅經歷或者創傷對一個人嘅潛意識有冇影響咧，係好有影響嘅。呢個係即係可能當事人未必可以有好大空間改變到嘅事。一個小朋友幾歲大，你期望佢做到啲咩咧？冇咩可以做到嘅。但係一個人長大之後，到我哋懂事啦，到我哋有足夠嘅意識同能力嘅時候，我哋有平日幾好好鍛鍊我哋嘅心智咧，呢個就係我哋後天可以努力做到嘅嘢啦。如果我哋有好好鍛鍊自己嘅心智嘅話咧，有足夠堅壯咧，其實阿德勒講嗰套咧係啱嘅，係做到嘅嚇。我哋係可以為我哋過去每一個唔好嘅經歷創傷一啲唔好嘅體驗咧，賦予一個新嘅意義，對於我哋生命有益嘅意義，對於我哋咧將來嘅人生過得更好嘅意義。只要我哋係識得做，亦都好努力咁樣去將每一個過去負面唔好嘅經歷創傷轉化嘅話咧，我哋嘅人生的確可以變得更好嘅。我舉多個自己嘅例子啊，咁喺年青嘅時候，20歲多少少嘅時候啦嚇，咁我曾經透過物業嘅投資咧，係
賺咗好多錢，好多嘅財富，去到7位數字嘅。當時好順利啦，亦都覺得自己因為呢個順利經驗而可能能力好勁咧，就轉移將呢個咁巨大嘅財富啦，喺當年嚟講對我嚟講係好巨大㗎嚇，我第一桶金嘅來源。咁啊，亦都投資咗喺股市上面啦，覺得自己一樣可以好似樓市咁成功啦。咁點知投資一段時間有賺有蝕啦，最終係將嗰7位數嘅財富咧差唔多蝕晒嘅。嗰時我接近30歲，我記得有一晚就係見到美股夜晚9點幾開市，嗰時喺個商場啦嚇，同太太去食完飯，咁啊睇到個美股嘅股市個狀態之後咧，我係驚到手震嘅，係驚到個人咧係有開始感覺到自己有啲抑鬱嘅狀態。咁嗰下咧，我覺得自己唔掂啦，唔對路啦。咁啊，將所有嘅股票咧沽晒佢，止蝕，埋單計數係幾乎輸晒我所有過去賺過嘅錢嘅。咁呢個經歷對於好多人嚟講，可能係好慘痛嘅經歷啦。可能有啲人咧就會因為咁而一沉不起噶啦。咁對於呢個咁慘咁唔好嘅經歷，對我有咩影響呢？我就用咗差唔多10年嘅時間啊，唔再投資去沉澱自己，去檢視翻自己個人嘅問題，就會發覺睇翻原來20零歲嘅自己咧，可能太順利啦嚇，係有啲心浮氣躁嘅，亦都有啲唔穩定嘅。表面上心浮氣躁啦，心裏面其實好多恐懼。呢啲心浮氣躁加埋恐懼不安啦，係影響咗我好多投資嘅決策。即係升市嘅時候咧，我坐貨係坐得唔穩啦嚇。跌市嗰陣時咧，可能又會太早，因為貪心想賺到錢又入貨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呢個咁失敗咁唔好嘅經歷咧，慢慢喺沉澱之後，我就發覺其實我要賺錢咧，係需要去好好處理好我嘅心理質素、心理狀態，先至好再去投資啦。亦都呢一樣嘢，呢個咁大嘅挫敗咧，係其中一個令到我去學習新心靈知識嘅一個契機啦。喺透過好多嘅學習啦，潛意識裏面自我嘅清理啦，信念價值嘅轉化、情緒轉化之後咧，咁我喺10幾年之後就重新再去做翻一啲物業或者股票嘅投資，咁後嚟就順利得多啦。咁去到今日咧，就即係非常之感恩，已經有一個比以往更多更大嘅財富啦。而呢個財富咧，一路累積緊啦，係足以令到我退休嘅時候咧，可以財務自由噶啦。咁事後睇翻呢個經歷呢個過程，可能有啲人咧會覺得，有時都會幻想啊，如果我20幾歲嗰時做啱某啲決定，咁一路借助香港即係過去嗰10幾20年個樓市大升勢裏面去滾存一個更大嘅財富。可能我去到40歲多啲，已經有幾千萬身家唔使做啦，咁就好啦。咁我有冇咁樣去幻想過呢？係有嘅嚇。坦白講，我相信好多人如果有我咁嘅經歷情況都會有嘅。但係當我啲幻想過後，我好務實咁睇翻自己嘅時候，其實我係好感恩有喺30歲嘅時候有呢個咁大嘅挫敗。而呢個挫敗如果一定要發生嘅話呢，好彩唔係喺40、50、60歲，因為幾樣嘢啦。第一樣30歲嘅時候我比較年輕，仲接受到啦。第二樣嘢呢，就係其實呢個挫敗正正引領我睇到自己嘅不足啦，睇到自己檢視翻自己啊，學習到咧就係以前咧就所有嘅問題都會去歸因於外在嘅點解輸錢股市突然之間有啲咩唔好嘅消息咯，最衰都係邊個咁樣發放啲消息出嚟啦，咁就比較少咧去將個問題歸因翻去自己身上。咁就係呢件事令到我去學習，去提升自己，去睇翻原來所有嘅問題都可以翻返去自己度嘅。咁我就係咁樣嘅時候呢，亦都令到自己整個人呢係唔同晒，提升咗好多。我會好感恩今日即係一個物質上嘅財富，我既擁有啦亦都比以往多好多啦。另一方面，心靈嘅富足呢，或者係潛意識裏面嘅財富其實會比起金錢更加緊要。咁我兩樣都兼得咧，係正係因為多得呢個
咁人生30歲咁大嘅挫敗啦，咁令到我先至會有個契機咧，去行咗一條好唔同嘅路，然之後先有今日嘅我。所以喺呢個層面，其實我都係咧借助咗阿德勒嗰個理論，去為過去一個好大嘅挫敗賦予一個全新嘅意義同埋價值啦。咁希望舉呢個例子嘅同時咧，其實我亦都可以好堅定咁樣去分享咧，所有負面嘅經歷你哋講得出嘅包括一啲譬如話性侵強姦嘅經歷，我都有做過嘅，我都有幫一啲當事人咧去做轉化處理過嘅。所有啲經歷咧，其實都可以用同樣嘅方式處理。不過今日我諗時間關係，我哋唔講到咁深入去到呢啲比較極端或者嚴重嘅個案啦嚇。將來有機會我會喺第二啲video 再分享呢部分啦。喺度為呢集做個少少嘅總結啦，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我哋人生上啦唔係淨係話即係怕被人拒絕或者拒絕別人咁簡單。人生上啦，如果過去有啲經歷、創傷、挫折，令到我哋係變成今日咧係受到好大影響嘅時候咧，我覺得不妨咧係既綜合參考弗洛伊德、榮格同埋阿德勒佢哋嘅理論啦，去幫助自己既正視翻過去嘅傷痛啦，亦都係同時間為佢呢啲過去嘅傷痛賦予新嘅意義價值啦。呢個就係身心靈裏面所謂嘅轉化啦。你哋嘅支持絕對係我嘅動力，希望你哋可以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將更多嘅智慧分享俾更多嘅人啦。